最近呢半年，我諗大家同我一樣，每次去到週末，心入面最掙扎嘅一個問題，唔係去邊度玩，而係今日仲留唔留喺香港食飯？唔知大家有冇試過行入一間裝修得古色古香、標榜住老香港情懷嘅冰室，坐低嗌個最基本嘅沙嗲牛麵，加杯凍奶茶，埋單要成70幾80蚊。你咬第一啖件牛肉，嗰種軟綿綿、完全無肉味嘅口感，再飲啖嗰杯淡茂茂，好似水一樣嘅奶茶，嗰一刻，你心入面係咪會突然湧起一種好強烈嘅感覺？我係咪交緊智商稅？講真嗰句，而家香港餐飲業嗰班老闆，每日喺度怨天尤人，話咩北上熱潮搞到佢哋冇生意，話咩香港人唔支持本土經濟。但佢哋有冇諗過，點解香港人寧願排隊過關去深圳食嘢，都唔肯落樓下嗰間冰室？係咪真係純粹因為平？定係因為我哋呢班消費者已經忍咗嗰啲所謂名牌冰室嘅預製菜爛醬忍得太耐？我哋今日一定要將呢層遮羞布揭開。好多人以為冰室用預製菜係為咗節省成本，係商業決定。但對於我哋每日辛辛苦苦揾錢，想食一餐安樂飯嘅普通市民嚟講，呢件事根本係一場騙局。你以為師傅喺廚房大火爆炒緊嗰碟乾炒牛河，其實可能只係一個喺工廠整好，放咗3個月嘅塑膠袋入面嘅半成品。師傅只係負責撕開個包裝袋，放入微波爐或者鑊度加熱2分鐘就上台。喺2026年初呢個時間點，香港嘅餐飲業其實已經去到一個生死存亡嘅十字路口。我哋見到好多開咗20-30年嘅老字號，一間接一間咁倒閉。大家會覺得可惜，但更多嘅係覺得預咗。因為當你將一碟成本可能唔使5蚊嘅預製包賣到成60-70蚊嘅時候，你就已經同性價比呢3個字完全絕緣。其實預製菜呢個概念本身唔係罪，喺一啲大型連鎖快餐店或者係追求速度嘅地方，預製菜可以保證產品質素嘅穩定性。但問題係，點解冰室呢種最代表香港特色、最講究鑊氣同即叫即整嘅地方，都要淪落到變做預製菜嘅加工廠？大家試下回憶返，以前我哋去冰室係為咗嗰份人情味，係為咗嗰份新鮮熱辣。以前個師傅會親手醃牛肉，雖然可能都係落咗鬆肉粉，但起碼係當日新鮮處理。而家呢，好多冰室嘅沙嗲牛肉係一包包整好晒嘅真皮包裝，啲牛肉切到薄過紙，口感好似食緊塑膠，因為嗰啲牛肉已經喺工廠入面用大量嘅化學添加劑處理過，務求令佢喺急凍咗幾個月之後加熱反出嚟，仲可以保持嗰種所謂嘅滑溜。仲有嗰啲所謂嘅焗豬扒飯，以前係要生炸豬扒，再加新鮮番茄煮成嘅汁。而家好多冰室個豬扒係熟嘅預製扒，個汁係粉沖出嚟嘅，甚至個飯都係預先蒸好，甚至係包裝好嘅熟飯。當你喺間餐廳坐低，由嗌單到上台，如果你發現只係用咗3-5分鐘，咁你就要小心啦。除咗快餐店，一般冰室如果要現炒現焗，起碼要等15到20分鐘。如果佢快過你攞機出嚟刷2下手機，咁你食緊嘅10成9都係科技與狠活。好多老闆會辯解，話香港租金貴、人工貴，唔用預製菜根本生存唔到。呢個講法喺10年前甚至5年前可能仲有人信，但係到咗2026年，呢個藉口已經變咗做自己嘅口頭禪。點解深圳啲商場租金雖然平過香港，但都唔係平得咁誇張？人哋人手仲多過你，但人哋可以做到現切現整。最令香港人憤怒嘅唔係你用預製菜，而係你用預製菜仲要收咁貴，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如果你一碟預製菜肉餅飯賣20蚊，我相信無人會投訴。但當你收緊65蚊，甚至加埋凍飲要80幾蚊嘅時候，你俾一包工廠出品嘅嘢我食，呢個唔係做生意，呢個係搶錢。我哋成日講北上消費熱潮，點解香港人要去深圳食嘢？係咪真係為咗慳嗰幾十蚊？你試下問下身邊嗰啲50幾歲、60幾歲，本來好傳統、
好唔鍾意返大陸嘅阿叔阿伯，佢哋而家都成日上去，點解？因為佢哋喺深圳食到嗰種新鮮感。去到深圳啲大排檔或者係商場餐廳，你可以見到師傅喺度切緊新鮮黃牛肉，你可以見到佢哋喺度手打肉丸。雖然你話可能都有衛生風險，但起碼佢係真嘅嘢。反觀香港，我哋好似生活喺一個包裝袋社會，去到邊間冰室，個味都係一模一樣。點解？因為全港可能有70%嘅冰室都係幫襯緊同嗰幾間供應商，買緊同嗰幾款預製包，所以你喺旺角食嘅沙嗲牛，同你喺屯門食嘅沙嗲牛，味道竟然可以做到100%吻合。呢種穩定性對老闆嚟臨係福音，對我哋消費者嚟講係一種味覺嘅悲哀。當我哋講緊香港要維持國際大都會形象，要講好香港故事嘅時候，如果連最基本嘅飲食文化都變成咗工廠流水線，咁我哋仲有咩優勢？以前外國遊客嚟香港，一定要去冰室、茶餐廳，覺得係一種獨特嘅文化體驗。而家如果你帶個朋友去冰室，佢食到嗰碟微波爐加熱嘅預製意粉，佢只會覺得呢啲嘢我喺屋企附近嘅便利店都買到，仲要平3倍。我哋再嚟睇下呢條爛賬點樣計。一包市面上買到嘅連鎖品牌預製沙嗲牛肉包，成本大概係3蚊到4蚊人民幣，加埋一啲大批量採購嘅公仔麵，成本可能都唔使2蚊，加埋嗰啲廉價嘅濃縮奶茶水，一餐嘅食材成本可能係10蚊港幣都唔使，但係冰室賣你70蚊，扣除租金、人工、水電，佢哋嘅利潤空間其實比以前現做嘅時候高咗好多。但係佢哋並無因為利潤高咗而對員工好啲，亦無因為利潤高咗而將價格回落。佢哋選擇咗一條最懶、最自尋死路嘅方法，一邊加價，一邊用更差嘅食材。當消費者發現我付出嘅金錢同得到嘅價值嚴重失衡，人哋唔係傻噶。每個人心入面都有一把秤。當我喺香港食一餐飯嘅錢，喺深圳可以食到2餐，仲要服務好過你，環境靚過你，食物新鮮過你，咁我有咩理由仲要喺香港受氣？講到受氣，呢個亦都係香港餐飲業另一個死穴。2026年嘅今日，我哋行入冰室，仲係要面對嗰啲黑面代英。你坐低耐少少會俾人趕，你想攞多張紙巾會俾人嫌棄。當我哋用緊全亞洲甚至全球最高昂嘅生活成本喺度生活緊嘅時候，點解我哋要忍受咁嘅服務質量？以前我哋會話香港人節奏快，係咁㗎啦，但而家唔同咗。當你有得揀嘅時候，你就唔會再忍。呢種留港消費智商稅唔單止係講緊食物嘅成本，仲包括咗你買返嚟嘅心理陰影。有人會問，咁係咪全香港嘅冰室都係咁？當然唔係。我哋見到仲有少數嘅老店，或者係有心嘅年輕人開嘅新店，佢哋仲堅持緊每日親手除肉丸，堅持緊用新鮮食材。但呢啲店鋪喺租金同預製菜連鎖店嘅夾擊之下，生存得非常艱難。連鎖冰室因為採購量大，可以壓低供應商價格，佢哋可以用最廉價嘅預製菜去打價格戰，或者係用大規模嘅裝修去吸引客人。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話呢件事係爛賬，佢破壞咗成個行業嘅生態。當劣幣驅逐良幣，大家發現我辛苦做新鮮嘢，賺得仲少過人哋賣預製包，咁最後大家都只會一齊向下流。我哋成日聽見一啲餐飲業嘅協會代表喺電視上面講，話希望政府多啲資助，或者係搞多啲咩嘢繽紛。但我想講，呢啲都係治標唔治本。你個本已經壞咗，你個本就係你已經唔再尊重食客。如果一間冰室連最基本嘅煮都唔願意做，只係願意做熱，咁你根本無資格收餐廳嘅價錢。你只係一間掛住餐廳招牌嘅便利店。我識得一個喺中環返工嘅朋友，佢30幾歲，係一個典型嘅香港中產。佢以前每日中午都會去公司樓下嘅冰室食飯。
但由2025年底開始，佢已經改咗帶飯，或者係去超市買三明治。我問佢點解，佢話我唔係俾唔起嗰幾十蚊，而係我每次食完嗰碟所謂嘅黑椒牛柳絲炒意粉，我成個下晝都會覺得胃部好唔舒服，嗰種陣味，嗰種味精感，我好似食咗成嚿化工產品落肚咁。我覺得我每日返工已經好辛苦，我唔想連食飯都係對自己嘅一種懲罰。呢種懲罰感係而家好多留港消費者嘅共同心聲。我哋想食到嘅係一份人煮出嚟嘅飯，而唔係由機器生產出嚟嘅標準化零件。冰室文化本來係香港最引以為傲嘅草根精神體現，佢代表咗靈活、多元、中西合璧。但而家呢種文化正在被預製菜慢慢腐蝕。當所有嘅冰室都變成咗同一個模樣，當所有嘅味道都變成咗同一個公式，香港嘅特色仲剩返啲咩？好多人會話北上食嘢係崇洋媚外或者係唔愛港。我覺得呢種標籤係極其唔負責。消費者係最誠實嘅，邊度好食，邊度坐得舒服，邊度價錢公道，大家自然會去邊度。如果你真係想留住香港人，方法好簡單，俾返一碟有靈魂嘅沙嗲牛麵我哋，唔好再用嗰啲放咗唔知幾耐、充滿化學劑嘅牛肉嚟敷衍我哋。我哋要明白，2026年初嘅香港社會結構已經變緊，大家追求嘅唔再係盲目嘅消費，而係更有質量嘅生活。如果你一邊嗌救命，一邊仲喺度諗住點樣用最平嘅預製菜去呃嗰啲仲留喺香港消費嘅老實人，咁你最後嘅結果只會係被時代拋棄。冰室嘅老闆們，唔該你哋去廚房睇下。如果你嘅廚房入面只有微波爐，只有熱水爐，只有一堆堆寫住簡體字或者係化工名嘅包裝袋，而無一把菜刀，無一斤新鮮蔬菜，無一個生鐵鑊，咁你就唔好再問點解生意額跌。我哋香港人其實好容易滿足，只要你肯用心，就算你貴少少，我哋都願意俾。我哋唔想交智商稅，我哋想交嘅係尊重稅。我哋尊重你嘅手藝，所以你收我貴啲，我心甘情願。但如果你將我哋當做係一班淨係識得俾錢嘅傻瓜，咁對唔住，過咗關之後，大把好嘢等住我哋。有人可能會話，預製菜係大勢所趨，全世界都係咁。係，日本都有預製菜，美國都有預製菜，但人哋會寫得清清楚楚，而且人哋嘅價格定位非常明確。最重要嘅係，人哋嘅預製菜起碼做到好食，而唔係好似香港嗰啲咁，除咗鹹味同埋嗰種假到極嘅滑溜感，乜都冇。點解香港嘅預製菜會做得咁差？因為好多供應商為咗追求極致嘅低成本，佢哋用最劣質嘅肉碎，加埋大量嘅大豆蛋白，再加埋各種增稠劑、色素、防腐劑。當呢啲嘢經過多次嘅冷卻同加熱，佢入面嘅營養價值已經接近零，剩返落嚟嘅只有對身體嘅負擔。我哋每日返工，為咗生活，已經要面對好多唔公平，好多壓力。我哋只係想喺一個小時嘅午膳時間入面，揾返少少做人嘅尊嚴。如果你連呢少少尊嚴都想透過預製菜嚟剝削埋，咁香港嘅餐飲業就真係冇得救。未來嘅幾年，我相信香港餐飲業會經歷一場前所未有嘅大洗牌。嗰啲淨係識得靠規模效應、靠預製菜、靠壓榨品質嚟賺錢嘅連鎖冰室，會慢慢被消費者唾棄。而嗰啲肯堅持原創、肯追求品質、肯尊重食物嘅小店，雖然會好辛苦，但佢哋先係香港飲食文化嘅希望。各位留港消費嘅朋友，下次你行入一間冰室嘅時候，唔好再盲目咁睇個裝修，試下用心感受下你口入面嗰肉，感受下嗰個汁。如果你覺得唔對路，唔好再忍受，要敢於表達。只有當消費者開始反抗，開始拒絕交呢種預製菜至相稅嘅時候，呢個行業先會有真正改變嘅動力。我哋唔係想香港嘅餐廳執晒，我哋係想佢哋好，但係好嘅前提係要誠實，唔好再賴北上熱潮啦，唔好再賴租金啦。
由聽日開始買返斤新鮮牛肉，親手切，親手醃，呢個先至係解決問題嘅唯一辦法。如果你係一間冰室嘅老闆，見到我呢段稿，你可能會覺得我好偏激，你可能會覺得我唔知你哋嘅苦衷，但我想話你知，我哋消費者嘅苦衷仲大。我哋辛苦揾返嚟嘅錢，係想買到健康，買到快樂，而唔係買到一套戲同一套嘅化工預製菜。2026年初，香港嘅春天已經嚟咗，但香港餐飲業嘅春天，仲要睇你哋自己點樣揀，係繼續沉淪喺預製菜嘅爛賬入面，定係痛定思痛，回歸初心？呢個決定會直接影響到香港呢個城市仲有冇嗰份令人懷念嘅煙火氣。最後，我想對所有仲堅持喺香港消費嘅朋友講一句：你哋好偉大，你哋嘅每一分錢都係對呢個城市嘅支持。但請記住，支持係要有底線嘅，唔好俾嗰啲無良嘅預製菜商將你嘅支持當做係理所當然嘅提款機。睇清呢啲爛賬，我哋先至可以令呢個城市嘅飲食文化重新煥發生機。今日講到呢度，我希望大家下次食飯嘅時候都可以食到一份真真正正有鑊氣、有人情味嘅香港味道。唔好再俾預製菜呃到你哋嘅錢同埋你哋嘅胃口。我哋香港人值得食得更好。